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2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68节到79节，《马太记书》第4章第1节到第6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9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差遣。传福音到底是甚么人的代志？是宣教师呢，还是牧师，还是长老，还是执事，或者是所有的基督徒的呼召呢？过去宣教师邀请人到教会内底听道理，所以基督徒就无需要去传福音吗？当然毋是。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拢正做受差遣的人，但是也有人讲，圣经记载耶稣只有差12个门徒出去尔定。照今仔日的路加福音的经文，为什么12个？这个第9章所记载的。其实咱来看，因为这12个伫耶稣基督内底所受到训练，并且因已经跟对耶稣3年久的时间。照着当时的制度来看，这个使徒制，12个学生是真正耶稣的门徒，因建立着这个使徒的关系。因此，对12个门徒开始行差遣是必然的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咱今日所看到的路加福音第9章，记载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、医病、赶鬼了后，伫路加福音的第10章，咱若对第1节看到第20节。咱就搁看到耶稣基督又搁差遣70个人，并且爱因两个人去各城各所在去，因为耶稣甲因讲，要收的庄稼真济，做工的人真少，所以恁就爱去求庄稼的主人。来找工人出去收伊的庄稼，恁去，我找恁出去，亲像羊入伫笼内底共款。恁毋通炸钱袋啊，毋通炸落地啊，毋通炸鞋，伫路上也毋通问人，甲人请安。无论入去倒一个家，就先爱讲愿即家平安。遐个所在若有当得到应该爱得到平安的人，恁所求的平安就会临到迄个家庭，若无就归伫恁啦。恁爱住伫迄个家，食啉因所提供的。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，莫对即家搬到迄个家。耶稣基督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，进前呢，赏赐门徒有医治、医病、赶鬼的权柄。圣经安尼甲咱讲，耶稣召集12个使徒。赐予因赶鬼、医治、破病的权柄，然后就派因出去传上帝的信息，并且医治病人。伊对门徒讲：恁伫路上的时阵，什么物件也毋免摘，毋免带拐仔，毋免带旅行的袋仔，毋免带食物或者是钱。也无需要2领衫，无论到伫什么所在，愿
迄个家若愿意接待恁，恁就住伫遐，直到离开迄个所在。拄着无接待恁的人，恁伫离开迄个城市的时阵，就将骹顶悬的土来斩掉，表示对因的警告。基督徒受差遣的目的是要将平安甲医治传互人，将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互这个需要的人，互因无至到伫陷入伫迄个恐慌甲惊吓的中间。但是事实上，也有真侪人拒绝。因无愿意接纳门徒的请安、协助、医治。耶稣也甲门徒讲，只要将骹顶的土安尼斩的，平安就归伫恁啦。到底基督徒受差遣是要创啥？咱知影基督徒受差遣，门徒受差遣是将这个福音的救恩传互人，医治人的病，互人的心灵健康，也亲像光一样，真做医治的能力，互人的病得到医治。但是如果有人拒绝光，伊愿秘伫咧黑暗的中间。那安尼，即种无法度得救的责任就无归伫遮个受差遣的人马太基书第4章第2节安尼讲，可是恁正会敬畏我的人，将要有拯救的日头来照恁。医治恁，恁要亲像牛拿所放出来细只牛仔共款，会着跳快乐。上帝要医治这个大地，透过伊所差遣的门徒，所差遣的光，真做需要人的帮赞。得到帮赞的人，会通亲像这个牛仔细只牛仔。放出来，伫这个牛栏外口的时，迄种会欢喜着跳。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这个就是迄个医病、赶鬼以及得救的福音。今日要邀请大家做伙思考的问题是安尼。是毋是我愿意成做一个受差遣的人？我是毋是愿意成做世界的光？互遐个被光照着的人，拢会通得到医治，得到平安，领受救恩呢？真正毋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决志的人，成做迄个受差遣的福音使者。互人得到利益。今日咧，搁一届来读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。着俄罗主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因为伊有看顾伊的百姓来赎回伊，替咱兴起拯救的角，伫伊的奴仆大卫的家，照伊对世间以来用伊圣的先知的嘴所讲的，就是救咱脱离对敌，甲缉拿怨恨咱的人的手，来行临面伫咱的列祖，来纪念伊的约，就是甲咱的祖亚伯拉罕所受的罪，互咱已经脱离这个对敌的手。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用义无惊来服侍伊。
你要称作至悬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避办伊的路，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罪，就知拯救的恩，也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，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头，对顶面来到伫咱，来照遐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，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。但愿上帝帮助咱看重咱的好调，互咱会通成做福音的使者，互咱愿意来受差遣，来成做人的帮助。恳求上帝差遣咱，使用咱，互咱会通荣耀主名。阿们。